收看11节的感动时刻，第5年了。今年我们特别规划了客庄小旅行，这回跟着镜头，我们要带您来到的是桃园龙潭的小粗坑古道。这里的自然生态丰富，绿树成荫，桐花之美吸引人驻足，还有陶艺大师也选择在此落脚。粗坑上去，一直上去之后，过了那个林线过去就是关西，那可以下到石寮。客家伯公庙是小粗坑古道的入口，沿着古道走，绿意盎然，心旷神怡。这原本是日治时代的一条牛车路，在当地居民重新整理之后，现在变成了赏桐秘境。粗坑的由来，客家话叫楚行，是最早我们为了引水灌溉，最当初找到水源的地方。那小粗坑古道属于我们一般老百姓进出的一个秘境，那开发大概100多年。有潺潺的溪水，还有油桐树相伴，来回1个半小时。有人专门来捕捉桐花之美，也有人健身爬山。有那种悠悠小径的感觉，这样走起来很好，而且它又有树荫。4、5月份都能够看到雪白的桐花飞舞，一路走来，空气清新，自然生态很丰富。像现在听到五色鸟，或者是青蛙、豆娘，还有螃蟹，这边生态非常的丰富。转角处这个充满艺文气息的陶艺空间，让人不自觉想一探究竟。各种不同的陶艺作品免费欣赏，跟游客零距离。而庭园造景都是陶艺大师朱义成一手打造。因为他爱上客庄的淳朴，所以跟妻子在龙潭落地生根。如果不想捏这么大的话，我们可以把它对半哈。游客流连忘返，因为这里还能体验捏陶乐趣。游客 DIY， 老板娘现场教学。像我们像这样子捏哈，这是最直接啦哈，比较快速的一个方法，这样子。生活用品、种花花器，简单就能上手。想要点缀一下，随手可得的树叶也能够当装饰。它烧出来就是会有树叶背面的那个痕迹，有没有？赏陶艺也能够赏山景，在这里还可以远眺小粗坑古道，群山环绕，景色宜人。走完桐花步道，在陶艺空间里也能悠闲享受午后时光。循着桐花入山林，小粗坑的溪水潺潺。洗净喧嚣，流入捏陶的沉静。大师风格形塑的庭园里，听着飘花落叶，合奏感动时刻。